太后，你裝緊咩啊？呢一個咧係最新科技眼鏡嚟嘅，係可以代入張大人今次訪港佢隻眼視察到啲乜嘢嘅。咁犀利？太后，可唔可以俾奴才望下？因為我真係好想感受下咧中央大員嗰個視野係點㗎。攞去啦。多謝太后。睇下先。點啊？睇到啲乜嘢啊？太后啊，奴才隻眼唔知係咪有問題咧？我望埋望去，全部都係白茫茫一片咧，我咩都睇唔到嘅喎。見到白色咪啱咯，嚇嗰啲係白色水馬啊嘛，水馬圍城張大人舉頭都係望到一片白色嘅咋。唔係啩？真係水馬安全用品保安嘅標誌。其他嘅顏色都望唔到㗎，黃色就全部過濾晒，真係連隻蛋都要走埋蛋黃啊！就俾奴才睇下先。嘿，太后太后，我見到咧有個建築物啊！哎呀，但係咧我望嚟望去咧都揾唔到有人喺度嘅。誒，嗰度係安達村啊嘛，都未入伙，仲係地盤，梗係冇人啦。咁點解張大人咧要視察一個冇人嘅地盤啊？冇人住就唔會有黑影出現啦，又唔會有人着住啲平反6、4嘅衫行出嚟，夠晒安全噃。既然係咁，咁不如視察下城大嘅運動中心啦，好地地成個建築物個頂都冧得落嚟㗎。你話係咪好有一種天朝熟悉嘅感覺呢？當然咧，香港就會成立調查委員會嚟揾真相㗎，天朝咧就會揞住真相噃。太后啊，我見到張大人個馬車隊咧，好似行錯咗逆線行啊！喂，錯咗啦！喂，你哋翻嚟啊！喂，大驚小怪，好出奇咩？官員嘅方向一向都同百姓唔同㗎啦。難怪佢哋要將香港搞到一帶封路，就係怕張大人嘅馬車咧同其他車隊有相衝啊！張大人仲講咗《獅子山下》隻歌噃，佢當時係咁唱㗎。放開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追隨。太后啊，其實佢呢隻歌係講俾咩人聽㗎？同山頂嘅朋友講過咯。誒，獅子山頂嘅警察，你們辛苦咯！人哋喺山頂底下咧掛晒直幡啊，你哋可以翻落嚟咧，翻落嚟啦，翻來啦！